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寸進》，作者係中國企業家侯小強。內容講嘅係曾國藩嘅生存智慧同人生修煉方法。對作者嚟講，曾國藩唔單止係人生導師，更加係佢嘅安全基石。意思係曾國藩呢一個形象能夠俾佢安全感同埋動力，既讓佢安心做自己，又能夠鼓勵佢突破舒適圈，探索未知。佢希望更多人唔單止係學習曾國藩嘅智慧，而係同佢產生深層連結，將佢當成人生支撐點。因為智慧可以從好多地方學，但係一個穩定嘅心理支柱能夠幫你發揮出更大潛能，價值更高。作者認為曾國藩嘅經歷同當代人好相似，例如冇背景冇天賦嘅人點樣翻身，工作之中上級淨係俾任務唔俾資源又應該點樣做，被同事孤立，下屬又唔尊重你，想培養家族後代等等嘅問題，曾國藩全部經歷過，呢一啲都係現代人經常面對嘅處境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從曾國藩如何活着嘅故事講起。曾國藩其實係一個冇咩天賦嘅人，屬於班上面嗰種默默無名嘅大多數。佢科舉考咗7次先至中榜，從小地方進入京城之後，處處唔適應，加上年輕氣盛，又有啲驕傲，令人覺得佢傲慢，情商唔高，結果四圍得罪人，錢就賺唔到，事業冇起色，仲爭咗一身債，從全村嘅希望變成京城嘅笑話，陷入中年迷惘。嗰陣時嘅皇帝俾咗一個又冇錢又冇權嘅崗位俾佢，佢想實現理想，想揾錢，不過現實殘酷，換成今日佢可能會試下做自媒體、直播、送外賣。不過喺嗰個時代，讀書做官係唯一出路，而呢一條路睇上嚟亦都就快行到盡頭。佢或者都懷疑過自己讀咗一堆書，但係就乜都做唔成。不過事實係，只要唔放棄，就總有機會。後嚟皇帝派佢去招民兵做團練，雖然只係一個冇人睇好嘅任務，但係佢就當成係難得嘅機會，全力去做。結果一開始就撞板，因為打仗呢一行佢又唔熟，老闆唔俾錢唔俾權，自己又冇背景，仲被當地嘅官紳刁難，搞到寸步難行。嗰段時間，佢一個人坐喺屋角裏邊，成個腦都係諗過去嘅羞辱。村裏邊嘅人就話佢蠢，同事又排擠佢，債主就嚟封住佢屋企門。當你覺得全世界都放棄你，你會點樣做呢？曾國藩靠嘅係一個熬字訣。佢話昆事切莫間斷，熬過此關便可少進，再進再困，再熬再奮，自有亨通精進之日。簡單嚟講就係熬得住就可以出眾，熬不住就要出局。當時一共招咗40幾位團練大臣，大家嘅困境就差唔多，但係其他人都放棄晒，淨係得曾國藩咬牙堅持，一步步咁將湘軍建立起嚟。呢一個過程就好似創業，由0到1，唔單止一次失敗，而係無數次。期間佢經歷咗至親離世、戰場慘敗，甚至幾度想自殺。佢嘅打掉牙齒和血吞唔係一個比喻，而係佢真實行過嘅路。等到一切穩定，佢本來想退休，但係就喺天津教案之中被逼妥協，晚節不保，最後喺病痛之中離世。呢一個就係曾國藩嘅一生。唔好睇後人稱佢為千古第一元人，又或者半個聖人，但係當你將時間拉開嚟睇，佢其實就係一個普通人，都會犯錯、被討厭、感到迷惘。佢知道自己唔叻，所以相信勤可以補拙。佢情商亦都唔高，所以日日寫日記反省，不斷修正自己。而家做自己呢一句說話好流行，但係乜嘢先係真正做自己呢？就好似曾國藩咁樣，睇清楚自己嘅局限，接納不完美，喺自己嘅節奏之中慢慢生長出嚟。佢之所以被後人尊敬，正係因為佢將一個普通人做到極致。所以當你懷疑自己嘅時候，曾國藩會話俾你知，你本身嘅存在就好有價值。普通唔係貶義詞，聰明亦都唔一定係優勢。只要你能夠堅持做你自己就非常好。當你遇到挫折，佢都會提醒你，每個人都喺自己嘅時區裏邊慢慢熬，唔好原地空轉。只要開始行動，就會有所轉機。曾國藩佢仲提出過人生3階段論：少年經不得順境，中年經不得閒境，晚年經不得逆境。無論你係邊一個，人生都係一串串行出嚟。當你不斷經歷生活嘅逆境，我哋對世界嘅理解亦都會被重塑。願你我都能夠做到佢嘅16字箴言：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記過不戀。跟住我哋就從呢個人生3階段嚟講下點樣活出自己嘅。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